鐵巴士新界西北路線 K53 循環來往港鐵屯門站及掃管笏，途經屯門市中心、置樂花園、三聖村、青山灣、葉旺村。另設平日上午繁忙時間循環來往掃管笏不經葉旺村班次及循環來往葉旺村班次。2005年3月7日 ，K53 線投入服務，循環來往西鐵屯門站及掃管笏。2024年7月2日，每日8點正至19點正由屯門站開出之班次，返回該站後繞經天后路再折返該站結束行程，並增設天后路及葉旺村站。2024年9月2日，新增特別班次，於星期一至五7點正到8點40分循環來往屯門站及葉旺村。2025年1月2日，新增於6點正由掃管笏村開出之特別班次。好啦，準備上車，睇下呢架車有幾快啦！輪迴塵間的人，揮之不能，徘徊來生的往生。蒼天慷慨的一盞路燈，給傷痛引導超脫往來生。又在等分岔的走馬路，反看人生，大概超出命運。多少的往事中給抱憾驗真，將灑脫在心內幽禁，留在這季冬雨台共振。輪迴塵間的人，揮之不能，徘徊來生的往生。還未斷的根，求誰來悲憫，仍頑固埋首往後行。滄桑的聲線響起了南音，響起牽掛種種世事餘韻未結束，偏偏起了一次最後沒明日的夢。輪迴塵間的人，揮之不能，徘徊來生的往生。還未斷的根，求誰來悲憫，仍為抹不開的世塵相緊。輪迴塵間的人，今生可能度化纏繞的半生。隨落葉生根，無用來悲憤，回望在多少遺憾中普渡的眾生。才覺已得到放任。人人話我笨，作歌點發達？就算揾夠買盒飯唔放多，而浪漫個名幾咁勁，累我拖你入局，涼粉去挨窮。你知今年聖誕冇大餐，就話空氣多禮物冇問題。如果燈飾鎖門又冇走，就買2粒燒賣當火雞。銀河存款等於零，窮鬼點談情？
寒酸炒冷飯，我會俾3粒星。傻佬點形成，傻婆點形成，提子乾涼粉滅，窮蛋焦溫馨。If that's all we hav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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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f that's all we have, 壞對象拍拖先會悶。勁好在今次係遇上真正高手。上個月唔使點上網，無聊一個互望，原來好睇過 YouTube。你使乜心急帶我去日本？銅鑼灣夠有50隻綠茶，唔擔心要睇餸先食飯，係你教識開心咁簡單。銀行存款等於零，窮鬼點談情？寒酸炒冷飯，我會俾3粒星。傻佬點形成，傻婆點形成，提子乾涼粉滅，窮蛋超溫馨。If that's all we have, we have 唔好蛋狗殺。If that's all we have， 唔使點打車，唔使出街食，唔使點着衫，淨係抱得好緊，唔使懶高級，唔使碌黑卡，床鋪碌一日，同樣覺得 high。If that's all we have, if that's all we have, yeah. If that's all we have, yeah. If that's all we感謝你收看，記得訂閱、like 同分享。